好，看起来声音应该是原来有，但是为什么声音就要变两个？一个个，细只，这个是倒位的声音？为什么细到遮响？甲放较细。这个才对，放较细，这个放较悬呢。好，安尼会使。好，不管。好来，咱要对1655年9月初4拜六开始读起吼。1655年9月初4拜六，透早迄个领港员吼，坐迄只领港船出港，并且伫个要划中岛的时阵，带领上述迄只 Villiers Moise 号来平安入港，并且来遮吼划靠即个栈桥。哎呀，我之前讲要查一个啥物书，结果袂记哩。毋是查一个，之前有看到一个书啦吼，无抄啦，即马煞袂记诶啦吼。跨啦吼，跨，是跨吼 ，KHOA。KHOA， 毋是跨，还是第三条跨？毋是跨第7条？拢无。歹势，因为我拍字拍毋着。来，跨。毋是看是看呢？好，这是另外一个词呢。结果，这华语叫做“瞎猫碰上死耗子”吼。台语袂晓讲吼，讲拄着。拄好看到讲即个船触礁吼，伫台语的讲法叫做船跨礁吼。我看一下日文版的，真厉害，写汉字，当作我逐字拢会晓。船跨搭，就是船伫个浅滩吼，搁浅吼，叫做船跨搭。我即马爱做一下笔记，无实在是吼，足侪词读个袂记哩。我来笔记，我来开一个笔记，这笔记是要安怎做啊？这 Apple， 我买这只 Apple 电脑真正是甲家己找麻烦。这 Apple 无色吼。Pages。新增文件空白制作。我若要甲存起来，是要安怎存？档案储存叫做
热难食。好，杜准，然后准扩大。汉字准第五字扩第三字大 TA 第六字准 KHOA 第三声大 TA 好，好，安尼就会使，安尼看有啊吼。准扩大，另外迄工看是，敢若毋是这里，准扩大。第七条咧，扩，毋是扩，嘛毋是，一两三，第四条咧，无，第八条咧，也无，诶。敢是 KHEH？ 毋是。我落记是夸卡咧，哦，无用卡，但是用卡测可能测袂着。K wild 卡卡，安尼测过吗？胯卡，对啊，是即字胯卡。好，歹势真正是阮袂记啊吼。就是我拄则找遮久是找啥？就是我会记得讲，我进前讲，瓦克栈桥，叫啥物？我用一个词啦，结果煞袂记啊吼。胯，敢是胯还是胯？啥迄个音煞袂记吼。但若敢若今仔日，毋是对你来讲是查吼。讲迄啥物长腰人，结果我煞袂记迄个词头前是啥吼。我老某讲的煞袂记吼。我看觅啊。长腰的人，我看即嘛早会着诶。类句啦吼，啥物 TNG 腰凳。腰咧，腰是要安怎拍 ？I A U 第七声，是第一条。我记伊敢若是用去汉字的款。
人。这个做袂着啊 ！IAU， 哎呀，做掉。庆丰长腰长哦 ，TNG 第一条吼，庆丰长腰人吼，庆丰长腰人吼。结果早起安尼讲，早起才读的尔，随袂记。好啦，歹势来，转来读历史吼。讲即只平安入港吼，来遮挖客占桥吼，即个事我已经袂记啊。风游玩是对西北方吹来，天气打扫。要暗仔迄只加入船 SWAT VAS 和对。伊这写一个所在叫做 Get All 是啥物所在？平湖啦，应该写毋对去啦。拍毋对啦吼。对平湖载大船吼，写清洁的洁啦吼。平湖载大船 New Andreessen 和顶头的号码转来遮，也甲上色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一张批砸来。以及快艇 Angelia 的商务员 Johannes Bouchelion 先生的一张批吼，都有注脚看卖啊。注脚是即个 Bouchelion 寄互Caesar的批，伫快艇 Angelia 号顶头，好物件偏好。即只快艇停伫遐诶，渔夫岛。渔夫岛吼，附近会都有注脚，我看嘛，渔夫岛注脚，就是即马平湖的西屿乡吼，西屿啦吼，西屿乡吼，叫做渔翁岛吼，渔夫岛吼。讲即只快艇停伫迄遐的即个渔翁岛附近吼，渔夫岛附近。此事将伫下面来叙述吼，就是伫下面要来讲即项代志吼。所以今仔有较长，就是咧讲即代志，咱来看卖。首先，阮对上述Van den Enden 数据本国月3号的内批知影讲，即只加入船伫到8月29号才到位，到遐啦吼，到平湖遐，过当日。当因无用咧装迄寡要为台湾所载来的货物，当因你无用咧装迄寡迄寡为着台湾所载来货物，要甲装入去即只加入船的时阵，上述迄只快艇 Angelia 号的小艇嘛去到遐，带着消息去讲，即只快艇该动另外一只快艇叫做 Suitland 号。伫咧7月5号航离巴达米亚，要直航去日本。新任的日本主管商务员 John Bouchelion 也当阵要去上任吼。所以即个 John Bouchelion 是要去日本上任的即个商务员。主管吼，即两只船所在的资金合计是597603毫吨，有各种真畅销的代表要哪讲？畅销的代表，哇，查一下词代表，啥袂记诶？抢市，抢市，敢会使？
CHHIUNN 第二声饲 CHHI 第七声。但你大书店无收即个词，抢饲。我看册台语若册抢饲会当册啥物？教育部书店有抢饲就是畅销，抢手哦。好，咱就来用这个抢饲吼。讲这两只船所在资金合计是遮尔多吼，59万外，有各种抢饲的商品，包括有810担良好的班格拉的丝。出航了后，伫共一个月29号来到，会看会到保罗加岛的即个所在。伫8月9号，有拄着对西北方所吹来强烈的暴风因此呢，含快艇 Slotland 号来飘散。自从迄当阵开始，就无阁看见该船。了后，因就一直大部分拢拄着东风，互因真恶来前进真恶前来驶所以呢，一直到8月23号，才来到看会到平湖岛的所在。但是伫新仔沿海甲平湖即个位来回漂航7天大达所以决定呢，因为决定要去甲因的状况和需要，甲伫平湖的主管讲因为航离巴达米亚以后已经过了56天就是要啉的水甲茶拢已经拢用掉真多拢用真多去所以呢，就打算讲要甲即个状况甲平湖主管讲另外要踮咧遮来等即个补给。因知影即个状况了后，伫隔当日就是8月31号，就派迄只加入船 Swordbass 号送去补给互因送22桶的水，4只真水的牛，3只猪，50担的茶，甲其他真即个青的即个食物迄只 Angelia 号就载了即寡补给。迄天迄天就趁着拄则开始的即个即个海水的大阴甲相当大的即个南风，来启程航往日本去。即只加入船现在载16桶的椰子油，500捆的丁甲胡椒来互阮。若是阮希望讲迄只 New Entration 号以后会当装搁较侪的汤，安尼也放伫该船顶的迄寡大的即个娘木就必须要搬去伫陆上就是要落船啦毋是落船，爱对船顶搬落来要按照总督阁下的来批，会对主卡第3条。好，物件变好，已经用大船 New Entration 号再来取代迄个磅黄金的磅伫该船里找袂到了找无迄个磅上述的Van den Enden 先生请求对取代送钱去互伊，以便会当踮咧平湖买船只所需要的青的食物。
阮对上述波切莱恩先生的内批也知影讲，上述万登恩顿先生的内批所提起因航行中真长又个困难的即个情形，就是因航行真久又个真困难的即个情形，并且知影讲8月31号就是日本的第8个月的第一天举行皇帝婚礼，也知影讲第9个月的第20天，无论即个交易结束也未，船只拢必须要出航离开。对注卡第4条讲啊。只是敢若讲换算做新历是安怎吼？好，对这个情形，会当看出讲一切事务拢爱按照要求办好是真困难。不过，若是行程较久，为着要甲一切事务确实来办好，会当延期到自从到，这是到抵达，这是抵达什么所在？自从到日本的款啊，以后50天再来离开吼，如同皇帝以前所下令。不过，这也无偌济也无讲介有效啦吼，无讲介真有路用吼。其实顶头这伫读啥，我真正看不介有。就对遮船含什么心情啊？这人过啦，这无介重要。伫因航离开巴达比亚的时阵，迄只便队船 Chronicle David 号已经装好要载来台湾的航，并且已经准备好出航的代志吼。Gerard Harf 阁下将会伫8月初带领一支拥有15只到16只大船和快艇的一个强大的舰队以及军队来出发，就是要带领这支军队来出发，要去印度沿海攻击葡萄牙人等等详细内容请参阅书信簿。这个要带领这个人叫做 Gerard Haft， 会对注卡第5条看嘛？讲这个 Gerard Haft，1645到1654年伫阿姆斯特丹上会做秘书。伊去巴达比亚做总经理，伫1655年8月14号被派去锡兰，伫 Colombo 就是锡兰，即嘛应该是原来是个是锡兰的首都嘛吼，斯里兰卡。伫即个 Colombo 一场战役中来阵亡吼，就伫遐战死啦吼。战死这是1655年8月吼，即嘛毋是8，即嘛9月呢，这是咧写啥？时间是毋是分毋对去？对啊，1655年8月14号被派去荷兰，派去锡兰。咱看觅派去锡兰，为什么这只伫遮就9月伫遮出现？这只就是讲，国下将会伫8月初要带领一支舰队嘛，强大舰队要去印度沿海攻击葡萄牙人。我相信就是这场战役，伊出征，就是这件代志啦吼。结果这道出征就战死啊吼。好，来继续看咧。迄只快艇 Swartbool 号的人用一张简短的内批，请求对此地供应下列的即个物件。一桶点仔咖，一寡石好，一寡硫磺，几束长的即个合金吼，就是要引好的锁啊啦吼，迄炸药要引好的即种锁啊，一寡土炭，伊写泥炭啊，我毋知啥物是泥炭吼，甲一桶醋欠即寡物件吼。阮也对本岛南部地区的政务员 Jonis Olario 收到一张批，日期是本个月3号。批里甲阮讲，迄个伫咧山里从来毋捌缀号，从来毋捌下面签合约的即个村庄，叫做利科尼社的人，最近非常可恶，
当马扎人社人马扎人社伫田里咧做工的时阵，来甲马扎人社人的槟榔树仔扑倒。因此呢，即寡马扎人社就转去厝发现即个代志，并且知影讲，就是即个利库尼社人所扑的，就真生气来，即个欧拉利奥吼，即个荷兰人处敌胡克会当去攻打迄寡可恶的人，来因报复。又搁讲苏达迪社吼，苏达迪吼。嘛是伫咧山里，从来毋捌签合约的即个村庄，即个苏达迪社的人呢，甲一个名叫做塔罗戈洛的山地门社的长老甲伊头夺落来此事呢，有一个苏达迪社的一个酋长名叫做罗道的亲自来参与。好。记即条小就对啦，记起来以后要算一个小伫摩里摩伦社现在受禁两个人，一个是因为血亲即个相奸啦相奸伫台语即嘛讲来歹听我就不爱讲因为就是近亲啦另外一个是因为即个通奸而被受禁伫摩里摩伦社受禁两个人所以即个血亲发生即个关系结果安尼嘛犯罪啦伫即个荷兰时代就掠个关啊另外是通奸因即个口径现在嘛，当做寄来欧拉利奥请，就是对即南部地区寄来。欧拉利奥就请求对此地互伊命令，互伊知影讲要安怎来处理即项代志即两项代志。今仔日有4只螃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做105个查甫甲一个查某人再来65担盐，10包西南薰草，545罐西南麦仔酒，608稻米，8袋小绿豆蔻，100捆的稻罐，1篮的地米，25支条仔，50支或者是50捆的茶棒，2担的水牛婆，4袋的茴香，甲10包的空眼布。后一只螃船对平湖来到遮做12个查甫人，再有60稻米甲13罐咸鱼。过来9个吹锅，我来摕一粒水来啉。我顶礼拜毋是甲各位请一礼拜嘛，我去上一个课即伫台湾可能大概即只听到迄个中生学啦长生学。顶礼拜开课，人就招我听，我就去听。长生学呢，就是讲伊就一句话就简单的讲，你倒位疼，就是倒位毋好啦就是用手去打迄个所在安尼是讲就是讲，伊嘛免讲你毋免嘛袂使啦，伊嘛讲你袂使用意念去什么引出你的气啦即拢毋免。你讲你拢想拢免想，就是用你的手打就好安尼自然即个天地即个气就会因为你手打伫遮，伊就会
自然的甲即个去引来即个所在吼，来调理即个你的即个，比如讲你内底器官啦吼，啥吼 ，OK， 重心好就是安尼尔吼。啊，但是哦，伊这一打秒打5秒钟、10秒钟就好，一打倒打哦，安尼调理就可能手一打一到位啊，一刻咧，就是可能一刻就刻半点钟吼。阮伫练习的时阵，拢20分钟啦吼。但是讲定啊，拢比如讲几点钟的吼，5点钟、6点钟嘛是爱吼，有需要的时阵吼，看你情形吼。啊，所以你一个人，你若有可能，你看你想看，你有法度做的吼。一支手甲人搭伫头壳顶啊，搭伫即个肩胛头，搭伫个啥物看啥物所在疼吼，搭伫遐一打打5点钟、6点钟，你敢挡会掉吼？所以就是平常时啦练功夫啦，伊无，但是伊无甲你教，甲你讲就是伊有甲你教，最简单的练功夫就是你平常时爱静坐吼 ，meditation 吼，爱静坐吼，啊静坐的时阵，你自然你就比如讲你静坐，像我逐工。其实我也袂去上重心，而且我逐工早起来，我着静坐10分钟尔。但是若拜六礼拜你都我免上班嘛吼，我着做1点钟，做1点钟你讲较简单，你做看觅你就知吼。OK， 所以伊讲平常时来靠即个练习啊，伊讲你一工着爱做差不多15分钟安尼吼，就是尽量靠即个。方式，你安尼练习，有法度你有法度甲你的心静落来，手搭伫遐一打1点钟、2点钟安尼。当然你5点钟无可能自头到尾拢无停啦吼，一定是有休困吼。好 ，OK， 有啥物讲即个？讲起个是，我主要是要甲3年还是玉文恁小解讲，平常时你着爱。练即个静坐即个功夫吼，咱莫讲啥物重心，学啥物有诶无吼。其实敢若你静落来，坐落来，静落来吼，互你诶即个情绪规个好落来吼，啊，啥物拢莫想，放互空安尼吼，敢若安尼就是其实对你健康就好诶吼。因为我有买一只表啊吼，家门诶啦吼，啊，会当来量，比如讲我若静坐时，我着会来。用这手表啊，着甲试落，着来帮讲我的即个我的呼吸吼，就是我喘气的时阵的情形吼，啊我心跳的情形吼，所以我定来做的时阵，我着甲试落吼，啊不管是做偌久吼，10分钟、15分钟，甚至1点钟吼，啊着看伊迄个伊个线吼，记录迄线，你着就有成就感的，就是本来一开始就悬的，哒，伊会起落落啦，起落，但是。有时啊吼，也足明显，就是一开始足悬啊，等你要落座，就是拢你结束的时阵吼，规个就好落啊，安尼吼，足赞的吼，就是讲对你我相信每一个人伫生活中总是就无闲啦吼，压力啥有诶吼，靠这吼，比药啊较好啦吼。好，讲到遮远去，好来9月5号礼拜日。风真强烈，对北方甲东北方吹来是，今仔日是敬拜上帝日子。9月6号拜日，游园是继续吹着强烈的北风，海影非常的大，乌阴而且真寒，像北方的季节吼，这9月尔吼，都已经。这可能是风台要到啊，但是无遐尼冷吼。讲像北方的季节，但是无遐尼冷吼。迄只加入船12号落雨了，三队的迄只乌里尔姆斯号装一批糖，要载去平湖交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吼。这几工拢咧读这3只船啊，我拢去3只船的关系我拢分袂清楚吼。好啦，读过9月初7，拜二今仔日，这个海水退流吼，看到这个台湾港岛水深到8尺半，快艇乌里尔姆斯号甲加入船斯瓦特巴斯号今仔日拢继续咧装糖，透西北风。
要伫即个热兰亚市镇南边建造的市场吼，甲即个都道台东的啦吼，台东的即个屠宰场吼，都道，是叫都道吼。来，我查一下吼。查来地道。哦，猪屠就是台猪的所在吼，猪的屠宰场叫做猪屠吼。哇，我会讲到猪啦吼，猪屠。讲要伫即个热兰亚城热兰亚市镇南边要起的市场，甲猪屠的即个设计图哦。要起这两项设施啦吼。今仔日上午，伫个长官阁下含几位议员先生在场的情况之下，确定了吼。这个设计图确定啊吼，将会按照这个设计图来建造吼，真可惜吼。1655年离结束都已经1662嘛吼。剩无几档啊吼，如即个地图顶的即个工程图所展示的安尼，就是迄个设计图啦吼。要暗啊，遵照巴达维亚总督阁下的命令，任命商务员 Peter Van Alphen 先生来为着即个热兰亚城的顶站的社保的指挥官。就是任命啦吼，任命即个人吼来做指挥官，命令伊爱踮咧遐吼，真斟酌关照吼，并且来士兵小改确认吼。有一只胖船对西南海来到遮，坐15个大埔人，载有35担盐，120稻米。9月初8拜三，迄只加入船 Swartwas 号甲 Williams 号今仔日拢装煞，因为即个台湾港岛昨昏吼海水退流是水深不过是8尺半，所以伫迄只小领港船呢也装100箱糖。伫咧出港了后，要将即寡糖交互上述的 Williams 号。安尼就会当互该快艇较容易来行出即个港口的即个一些门槛吼，行出即个港口的即个门槛是护钉啦，但是讲护钉怪怪吼，伊用门槛即嘛是怪怪吼，翻译的时阵行出即个港口的门嘛是奇奇怪怪吼。好啦，过来继续讨论啦吼，我嘛毋知要安怎翻。透西风，天气炎热吼，开始变热吼。下晡即个尊贵的佛罗摩萨议会开会，但是无做决定性的决定吼，无做啥物决定啦，也无决议。有一只希腊人的胖船，将会提阮的许可证对此地出航前拢淡水。并且要对遐免税来装，所以当装运的大量无提炼过的即个硫磺，再转来此地来提炼，然后要交互公司。该胖船现在已经准备好要出航吼，停伫遐准备要启程咯。因此，长官阁下互淡水的主管 Peter Elsevier 先生写一张批，主要是甲伊讲有安尼有即只船，即只胖船要去遐啦吼。这是啥物意思？好，命令伊爱协助即只船的船长吼，互即只船呢，即只胖船呢，会当尽量较紧转来台湾遮。以便有定要再去
科罗曼度的硫磺会当如期载去，会当照决定的，照这个安排的这个时程啦吼，载去遐，也甲伊讲，迄只变对船霹雳根号要对归人载各种的涂炭派去平湖。详细内容请参阅书信簿。9月初9，拜四，蜜蜂对西南方车来，早起迄只加速船斯沃特瓦斯号启程航往平湖，船里载有要交互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的250箱糖，也早一张要写互上级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n Enden 先生的批。甲伊讲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遐 ，Andreessen 号内底迄寡粗重的木梁、柴梁吼，会当甲伊落来刻伫陆上，保存踮遐。一直到霹雳根号对归人去到遐，即只加速船的船长 Albert 要砸500两日本定银要去互因，即寡钱会当用来买日常的食物。供应伫平湖迄寡船车的人，迄只快艇斯沃特布号所需求的物件，除了迄桶醋甲山楂肉，台湾遮认为讲无送去的必要以外，其他也要踮咧遮吼，拢载去互因。要派加速船 Swart Voss 号和迄只 Williams 号转来时阵，要互因对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装护照甲衫，或者是盐转来互阮。迄个黄金的磅仔，必须要命令该大船的主管搁再查看卖啊，因为公司伫此地真需要即个磅仔。详细内容请参阅即条批。快艇 Williams 号呢，也必须搁再装好，因此明仔载才要出航前往平湖。今仔日长官阁下也寄一张批去互南区的政务员 Jonas Olario， 是对着路寄去，用来答复伊。阮伫咧本个月4号对伊所收到迄张批，要来回即张批就对了吼。批里命令伊讲，以后袂使遮尔紧就允准迄寡村社互相攻打作战，必须要先将案由吼清清楚楚来写批甲阮讲，听候阮的命令。因为伊做军的内批拢无提起讲迄寡发生骚乱的村社是伫咧啥物所在。因此，必须要尽量较紧来批讲互清楚。到时阵，阮将会进一步互伊下命令吼。被收禁伫遐的迄寡罪犯，也必须尽量较紧送来台湾遮，以便来审问吼处罚。今仔日有一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海，坐55个大波，载有4611斤鹿仔肉。1772斤咸鱼，78斤虾啊，2500斤福尔摩沙的丁，90斤沙鱼油，900斤糖水，17道的馍仔，15道馍仔，甲其他的杂物，其他杂碎吼。9月10号拜五。为什么无反应？网站阁死起来哦！无反应。我阁试看卖啊！哇！台湾日记知识库敢若真正是巧去，无反应啦。看者时间，10点20分
若真正佫练袂起哩，就只好今仔日读到遮。台湾日记第7课。拢念袂起哩。毋知3年仔剧本，恁敢方便试者？哦，去了。9月10号拜五，天光的时，快艇威廉姆斯号用棚启程，但是因为非常恬静无风，只好趴定停伫港内即个港道的正头前。不过，迄只领工船却已经出港咯，要去停留。踮咧遐，上午即个城堡的法庭开庭。今仔日有下日的篷船出航，一只航王西南沿海坐30个大埔，再有642斤鹿仔肉、542斤咸鱼、194斤虾啊、1072斤的蚵仔、1500斤福尔摩沙丁、2150斤糖水、52捆后去的鹿皮、24桶巴达米亚的糖、8篮虾仔粉。一只航王片蚵做15个大埔，再有300斤糖水甲50罐山酒。2只篷船航王本岛南部，载13个大埔人，再有4袋米。下晡有强风对西北风吹来。9月11号拜六，透早快艇威廉姆斯号出港咯。伫遐对迄只领工船装糖了后，中昼就启程航王片蚵。船里装有400箱糖，要载去遐到大船 New Anderson 号。迄只领工船下晡就又搁来转来港内。今仔日长官阁下由上级商务员 Rainier Damans 先生陪同去 Provincia， 又搁对遐转来。暗时啊，落一寡雨，原上地降大雨吼，互赤坎的农地完全会当一个淡湿吼。因为烦恼讲，若阁无落雨，大部分的作物拢会孤单死去吼。愿万能的上帝怜悯看顾。有一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0个大埔，再来25担盐、100袋米、4篮地米，风由远对西北方强烈继续吹来吼。伫即个当船吼是无水库这物件啦吼。所以你若无落雨，无水通用啊吼，靠旱，稻仔就袂活吼。9月12礼拜日上午，微风对西南风吹来，下晡又搁改对西北风吹来。暗时啊，有3只篷船对西南沿海来到遮，坐110个大埔甲8个富人人。再来75担盐、3个铁蛙、6担的钉啊、14袋小绿豆蔻、9支条啊、15袋的茴香、25袋空眼布、775袋米。即寡篷船当中有一只去过片蚵，早着上级商务员 Jonas Van den Enden 先生会来配合阮。阮对即张批特别欢喜，知影讲本国个8号避雷船 Conic David 号已经到片蚵，是巴达米亚本季最后所派来船。也早来总督府当局的来批，
即场批将会伫咧2-3天内，等迄只加入船 Swordwas 号伫遐办空气做了，就会用即个加入船送来遮，甲即场批送来。有一只篷船对佛罗摩萨南部来到遮，坐20个大埔人，载有27若糖。20罐山芋油，2篮的鹿仔肉，4只山羊。有一只准主西瓜，准主叫做西瓜啦，SIQUA 啦西瓜。篷船对巴达米亚炸下日的好物来食，180斤的虎皮，30斤的沉香，200斤胡椒装做2刀。一箱刀啊，加一箱衫，刀啊 knife。9月13拜一，这长今仔日毋知我读了9月13拜一早起，规一甲计度2位先生被长官阁下派去消人视察伫遐的牧师的厝。该厝已经有一点损害去必须爱修理，也必须爱翻修新的遐。为此呢，等因视察转来了后，长官阁下就要下达适当的命令。上午微风对东方吹来，乌阴天，中昼落一寡雨，海上大茫，天气炎热。要暗迄只加入船 Swordwas 号趁着东北风对偏湖转来到台湾遮，明仔载就对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所载来护照，含对 Swordboard 号所载来96支铁啊，以及对 Koenig David 号所载来一箱钱。阮对即只加入船的船长收到巴达米亚总督府当局的一张批甲其他物件。数期是今年7月26号，阮将离得知，就是阮对即张批知影讲，快艇 Blomendo 号甲 Coquelin 号总算伫7月14号对巴达米亚出发，航往广州，派商务员 Peter de Guier 和 Jacob Kaiser 做特使，带着即寡批甲贵重的礼物，要去北京觐见塔坦人的皇帝甲其他大人物。因授权要为公司去遐的工程尽力争取地位甲利益。就是授权是为了要争取地位甲利益啦有一只官员国姓爷的篷船停伫巨港巨毋是新巨的巨，还是巨大迄个巨交易护照迄寡护照全部被总督阁下令来甲攞来了，甲没收。如果该官员处地要求来归还迄寡护照，处地毋允准归还因为迄之间来造成和公司伫即项交易上的竞争。如果互国姓爷继续安尼来交易落去，公司的护照会变甲完全歹去无路用啊即只彼得船又阁送2位牧师来互阮，因的名是 Hermanus Bischoff 甲 Arnoldus Wincamius捌听过，无重要啦安尼，现在即个佛罗摩萨岛已经有8位即种牧师咯其中1位要派驻过人。为什么有8啊？是讲伫佛罗摩萨岛就有8牧师啦就是所以这2个人要来进前都已经有6个啊其中1位派驻过人大船 New Andreessen 号对遐出航前来处地，对亲爱祖国航伫巴达米亚港的船有
Weapon Van Hollen 号、Don Birch 号、Goss 号加 Prince William 号，所团Prince William 哈，威廉王子哈。团内消息只敢若讲，英国人甲东印度公司中间的基建意见袂合啦已经由双方代表处理解决了。为了要解决英国人所有的要求，公司必须要支付高档的黄金，并且要归还班达的这个波罗龙岛要归还互谁？东印度议会首席议员兼东印度总经理 Gerard Huff 阁下将会伫最近带领一支拥有13只强壮的军舰以及超过2000人的军队出航前往印度沿海攻打葡萄牙人。详细内容请参阅上述的批示。上述迄两位牧师拢开动因的家属，做即只加入船健康而且有精神来到此地来起山阮也收到详细商务员van den Enden先生寄来一张批。哇，时间已经超过啊！我看觅。好，来读个了。van den Enden先生寄来一张批，内容无侪啦内容无讲介重要，其中提起讲，现在已经送来迄96支四角形的铁啊，伫 Swart 布号顶的送货单顶头看袂到。即寡铁啊是应该对快艇对祖国所载来，祖国是荷兰大船 New Entrance 号的主管呢，互相关系相当歹，真歹特别是船长甲含迄个下属商务员，更加是非常不和袂和啦袂和平，袂当和平相处迄个黄金的磅啊呢，现在已经用 Conic David 号载来互阮啦。今仔日阮也收到派驻比南的士官 Jacob Dossedorp 对遐经由陆路送来一张批，数期是本个月7号，批里甲阮讲。伫迄边一切拢算如意，只敢若伫咧6月初，迄个伫咧比南社北边山里的反叛吉兰五社的人非常大胆去攻击一个别人社，夺去2个人头6月25甲6月26，迄边透起强烈的暴风，抵到伫比南甲沙巴的公司的徛家遭受了损害。不过，拢已经用上少的经费又搁甲建造起来了。公司的牛已经增加到大细就合计是98只牛有2个士兵最近死亡为着安尼，请派其他人来接替因。以前举行电会议的迄间厝太破败因此呢就是电会议开的迄个所在啦因此呢要重新建造一个竹仔起的房屋来举行电会议。迄个地区的庶民也是共款顺服无改变，暗时又搁落一寡雨。超过4分钟读煞咱今日读到9月13、9月14，明仔载再过来继续。好，来感谢，看卖应该今日人较少，芭比来啊invite to speak， 芭比毋知方便讲话无？无啦，无啥物代志啦，你若无方便袂要紧想讲你若来，甲你约起来。其实我要开房啊啦安尼可能无方便哎哟。开房啊，是哦。安尼对啊，我即满才看到你入来啊。无啦，我拄则常常都无闲，所以我看我入来。安尼所以即满一直搁足无闲就对啦最近对啊，足侪代志，坎坷的代志。好啦，无闲。其实我嘛是最近应该咧讲，我自
顶一回因为甲故意请假吼，迄开始迄当加班嘛吼。我一直拢足无用啊。其实我即嘛拢足无用，一直到未来这一两冬吼，拢可能会真无用。啊，真费气好。啊，但是要哪讲，即只会无用，其实嘛是下班时间照，就是时间到人就走啦。吼，所以嘛是袂歹啦，好啦，安尼。咱搁继续来读吼，啊，有用就起来啦，啊，无用不要紧，做你无用吼。好，多谢阿公。嘿，啊，你今仔日，毋是，昨吹死线，你敢有听着？我知你有入来啦，毋知你方便听无？有啊。可能无用吼，袂歹吼，今仔日学着足侪物件。对啊。好。就精彩。好，安尼咱明仔载再搁继续来读吼。好，安尼我来归班，感谢。好，多谢阿公，多谢山里有无人，拜拜。